大家好，歡迎嚟到資訊365。何文田竟然出現一幕驚險嘅場面，有人喺掛10號風球期間赤腳爬出窗外整冷氣機。網上片段一出啫，全城譁然。有人話啦，呢位兄弟簡直係攞自己條命嚟教飛。件事發生喺9月24號嘅朝早8點鐘左右，地點係何文田嘅自由道2號龍總大廈嘅高層一個單位。當時分體式冷氣機嘅散熱器已經俾狂風吹到成個歪晒噶啦，半天吊咁掛喺外牆好似隨時會跌落街咁，嚇到住戶即刻報警求助。現場人士透露有報警嘅，有報警嚟。咁戶主就唔知點解自己揾個師傅上嚟維修。咁個戶主其實應該揾消防過嚟處理嘅，唔係揾個師傅上嚟維修嘅。因為打10號風球唔應該嗌師傅上嚟維修嘅。咁網上流傳嘅影片足足45秒，見到一名疑似維修冷氣機嘅男子係冇戴頭盔啦，冇着防滑鞋啦，仲要赤腳咁直接爬到窗口出邊。佢嘅嗰個安全帶求其扣喺嗰個窗框嗰度啫，就咁踩住樓下單位嘅窗式冷氣機，再用手去固定嗰部被吹歪嘅散熱器。屋內仲有一名男子幫手扶住個冷氣機嘅，兩人合力就穩住嗰台冷氣機。哇！踩住人哋部冷氣，哇！我邊度承受到人哋佢咁樣踩住我？邊個嚟㗎？隔離整冷氣嗰啲。隔離喎，佢跌咗個冷氣落嚟，掉下掉下喎。喺呢個10號風球之下，好多網民包括我睇到都心驚驚真係好擔心佢跣一跣腳嘅話，成個人跌落去咁點辦？咁大家都一致認為整個冷氣機啫，唔係玩命亦都會隨時連累樓下嘅無辜住戶，連拍片人都驚到出聲踩住人哋部冷氣機嘅唔知咁樣得唔得嘅踩落人哋嗰度。網民都嚇親留言話救命落緊雨隨時跣腳哈哈，就玩完噶啦！你唔要命就算啦，仲要踩住人哋樓下台冷氣機拖埋人哋落水咁有人留言話啦，樓下嗰個業主先慘如果個業主睇到呢，你話佢出唔出聲呢？如果出聲，萬一嚇到呢個維修工跌咗落去，咁點辦好啦，唔出聲，咁有機會佢踩住嗰台冷氣機，連人帶冷氣機就跌落去噶咯，又係死。所以你話出聲又死，唔出聲又死。報道又指呢種行為完全唔合規根據香港法例凡涉及到高空作業呢，僱主應該提供安全嘅平台同埋合適嘅保護措施，唔係求其揾嗰個咪扣住個窗框就得噶啦。因為個窗框根本承受唔到咁大嘅壓力，一旦人失去平衡隨時連人帶框一齊跌落嚟工業傷亡權益會蕭倩文睇完條片都話哇好得人驚佢批評男子裝備完全唔足夠，冇頭盔、冇救生繩、冇防滑鞋，基本嘅安全意識都欠奉蕭倩文強調就算唔係10號風球呢種做法都極度危險竹棚業香港聯會蘇天明更加話啦，哇呢種咁嘅行為簡直攞自己條命嚟教飛佢提醒喺8號波以上工人應該立即停止所有嘅戶外及高空工作，因為天氣惡劣安全嘅風險會成倍上升。僱主如果要夾硬安排工人出去做嘅話可能要承擔法律責任咁其實呢單嘢俾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提醒安全永遠擺喺第一位噶嘛，唔好以為嗱臨快快脆咁搞掂佢就算啦，一旦出事代價係一條命呢啲咁嘅惡劣天氣之下，無論係業主啦、僱主啦，抑或係工人都應該有清晰嘅判斷呢啲咁危險嘅嘢就唔好做啦。法律同安全指引都已經寫得好清楚，違反規則唔單止係犯法仲會累己累人但凡冷靜諗一諗你條命矜貴定係個冷氣機矜貴啲冷氣機冇咗咪最多買多台咯，係嘛？但係條命冇咗就冇咗噶咯。咁根據香港另一個報道
事件當日咧，住戶已經報咗警噶啦。咁警方亦都指8點09分咧接到投訴，話有冷氣機喺20樓外條條揈，十分危險。之後11時24分網民再分享相片，顯示冷氣機已經歸位啦，戶主已經揾師傅搞掂咗啦。唔知大家對於呢個10號風球整冷氣機有咩睇法呢？歡迎大家留言、點讚、訂閱，我哋下條片見啦！